想要找我加2000，还是加2万？你敢想要换头路？互我看你想要赚偌济？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每一个找头路的人，平均有2份工课塞景，求工比创3年以来新高。头家拜托赶紧找人，尤其上欠人的头路，上抢的是维修技术类，再来是工程研发类、操作技术类、软体工程类，还有医疗专业类，甚至还有6成3的头家讲加薪嘛，找无人。今年是公司这3年以来要找人才上难的一年，人力银行建议头家加薪加13%，安尼人才有可能愿意留条咧，或者是跳槽。看到这个加薪的幅度是不是有感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我加薪之后的薪资水平是不是具有市场竞争力？你想要跳槽加薪，人力银行分析以加15%做参考标准。若是你的专长是工程研发、技术类的人才，或者是知识服务，这3类目前上欠人，会使增加到加20%。若想要换头路来加薪，要是来看家己敢有这个勇气来和头家参详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